但是我们没有说是偷手机的意思。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唯一怕的就是黑吃黑黑哟。等一下，我们3人到房间，人家他叫他伙计了，真的让我们打一顿。我是佩服你，你又菜又爱玩。你们当时啊找那个男的要钱了没有？没有，那你进去拍视频干什么嘞？我进去就是想要把搞出来，我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早就跑出去了，你开门他出去，你为什么还要拿个手机怼进去呢？有没有找这个人要钱？没有，是想要钱噻，只是还没来得及问，是吧？当时我们真的没打算要他的钱，那你录视频干什么嘛？我就是要他坐在那里，然后好好跟他说一下。如果说不通，然后我们就把钱退了。还有这么礼貌的仙人跳啊！你还要和气生财了？哦，让他冲干净，然后穿着裤子，穿个西装打领带在那里坐好，跟他友好的接商。我们这是仙人跳啊，我们只要你这800块钱，我们不伤害你，这样吗？是协商啊，你还想跟他协商啊？是真的。哎呦我操！你这个做真事好不好？你做真事活，真的找个正经事，绝对比这个一个晚上心惊动魄赚200块钱来得快，好不？你不说我就喊他们说了，拍别个视频就是去威胁别个噻，本来是想着拿钱啊。那不就是想找对方要钱嘛？合理800，依法扣押啊。